欣賞呢個別墅區之前呢，我哋首先欣下呢個景觀先。望出去呢，比較低密度嘅，有啲田園風嘅感覺。我哋呢條河呢係中山母親河嚟嘅，石岐嘅岐江河延伸到珠江口嘅位置。望落去嘅位置呢，就係我哋濱江公園。你早上可以散散步，晚黑又可以散步跑步，甚至你得閒嘅時候呢，你可以落去 BBQ 啦、露營啦、飲下茶啦、傾下偈嘅一個位置呢，係好舒服嘅，又冇咩遮擋，所以相信住喺呢個小區比較放鬆、比較寫意解壓嘅一個別墅區嚟嘅。重點依家呢個別墅區價錢係好吸引啊，100零萬就可以立低一套4層嘅，可以用到面積呢成4000幾尺嘅面積。我哋往右手邊睇，右手邊呢望過去綠植好多個位置呢，就係我哋健身廣場。有籃球場啊、乒乓球場啊、健身房、恆溫泳池，樣樣齊晒，包括有埋網球場嘅，就喺好多樹木嗰個位置，中間個位置咧係健身廣場。咁望過去高高白色嗰啲樓嘅位置咧，就係我哋商業街，已經成熟咗好多年㗎啦。吃喝玩樂睇戲食飯，全部有齊晒，滿足我哋日常嘅衣食住行。仲有宵夜街嘅喎，即係望過去好多綠植嗰度咧，仲有宵夜街。大排檔、燒烤、沙煲粥嗰啲全部有齊晒嘅。依家呢個別墅區，睇下呢個外觀。呢個外觀呢，無論你過去10幾年或者20年，佢一樣咁新淨嘅，唔會好似有啲別墅區裏面黑掹掹咁樣過咗幾年。但係呢度唔會。價錢係幾多啊？110萬左右就可以立低一套啦。如果你要大 size 單邊位嘅，先200幾萬就可以立低啦。實用嘅話可以做到4000幾尺嘅。地上3層或者3層半嘅，唔同嘅 size 就有唔同嘅尺寸。呢個就係別墅園林同埋別墅與別墅之間嘅景觀啦。灰灰地嘅瓦牆，仲有就係佢有分中間位同邊位嘅。中間位嘅話有前後花園，邊位個花園大啲。依家呢間咧喺度裝修緊，我哋睇呢間係單邊位嚟嘅，亦係最大嘅單位。我哋欣賞下，如果你選擇單邊位嘅話，花園咧唔同位置有唔同嘅花園結構，因為有啲會細啲，有啲大啲嘅。當然大嗰啲咧價錢都會貴翻少少。呢個位置相當於係前花園，你可以泊車，可以搞陽光棚，隨你用嘅，你想點樣用都得。個花園種花啦，種翻幾棵黃皮樹啦，或者芒果啊都 OK。唔需要種嘢嘅情況下咧，你可以好似隔離咁樣搭個陽光棚。飲下茶、假山而池都可以，睇翻你個人去點樣設計啦。其實我個人咧更加中意係呢種設計，吹風打雨咧更加好打理啲，將呢個地面咧硬化佢，唔使話日日喺度除草。OK， 嚟到呢邊咧，相當於我哋後花園啦。後花園唔係好大，但係如果你需要搞假山而池啊、泳池啊，其實都夠用㗎啦。單邊位嘅情況下，因為我已經見過好幾個業主喺後花園做泳池嘅。OK， 呢個位置咧就已經嚟到我哋後花園啦。我哋喺呢度咧睇下呢個別墅裡面嘅結構，都係嗰句話，睇呢個別墅之前咧，同大家聲明一下，呢個別墅嘅裝修咧係以前嘅示範單位嚟嘅。咁依家喺度賣緊咧，其實係賣清水樓嘅，平嘅話100零萬得㗎啦，110萬左右。如果係單邊位呢個 size， 單邊位要200幾萬嘅。如果有啲中間位嘅話，唔到200萬就可以立低㗎啦。呢邊係客廳，呢邊係餐廳。咁啊，呢邊有個長者房。通常我哋翻屋企咧係喺呢個位置嘅，呢個位置步行翻嚟入戶花園嘅感覺。咁啊，呢個位置咧，2樓個長者房，其實呢個位置如果拆咗做廚房咧，你個餐客廳更加闊綽大氣啲，因為呢個廚房真係太細啦，可以感受下呢個廚房，真係細到不得了啊！到時呢啲牆咧一定要打咗佢，打咗佢咧，你先有擁有一個大客廳。呢個廚房如果話唔經常煮飯嘅話，咁細都 OK。2樓一個長者房，當然如果係我嘅話，我一定會拆咗佢，做大個大客廳，咁樣更加舒服。因為客廳太細咧，顯得呢間屋咧比較小氣，冇咁高端。咁喺呢個位置咧，我哋客廳坐低咧，平時如果翻嚟度假咁，自己種下啲花啊，整翻啲假山而池養下魚咧，其實都 OK 嘅。呢個位置就大
概上係咁咯。畢竟咧，別墅呢方面個裝修咧真係好講究嘅。你用唔同嘅材料、唔同嘅風格，有唔同嘅結果，係啊。改咗，如果廚房係放喺度就冇1樓就冇長者房噶啦，所以你餐客廳更加大啲。翻屋企啦，呢邊咧就有個洗手間嘅，即係日常上嘅廁所啊。樓梯下邊咧有雜物間嘅，呢個位置仲可以裝到電梯嘅，因為我已經見到唔少業主，即係有好幾個業主都喺呢個位置裝咗電梯嘅，所以唔使擔心後期有冇機會裝唔裝得到電梯，因為已經2樓夠噶啦。OK， 呢個別墅1樓咧大概係咁樣嘅結構，甚至到時呢啲牆咧你唔要佢都得嘅，因為我已經見過好多業主 book 咗佢嘅。OK， 我哋睇下2樓。呢個別墅咧係目前呢個別墅區在售裏面最大嘅單位。如果需要更加大嗰啲咧，只能夠2頭一齊打通，就好似我哋對面嗰個單位。一陣我哋睇下呢個位置咧，就係一個會客廳啦。其實呢個位置係可以改一個房嘅，有需要嘅情況下，將個門口移到呢邊嚟，咁樣呢個足夠開房噶啦。呢間咧就係一個兒童房，亦可以做客房或者長者房，睇翻個人嘅用途。空間比較闊綽嘅。攝影師，我哋可以欣賞下呢邊，喺呢個床望出去嘅景觀有露台。對過去咧，呢個別墅首先外觀啦，我哋依家賣緊嘅就係呢啲咁嘅外觀。對面呢個單位咧係2頭打通嘅，所以佢個用個空間咧更加大啲。如果有需要嘅話，你都可以買2頭打通。單邊嘅話都 OK 嘅，佢好闊綽下，種花啊，搞下啲嘢都 OK。可以望到我哋右手邊呢個單位，依家係裝修完成㗎啦。花園咧硬化咗佢，就唔使打理啲花花草草。然後咧又做個陽光棚，可以飲茶啊、食飯啊都 OK。睇翻個人用途。單邊位嘅好處就係採光更加靚，有前後花園，仲有側邊花園。中意種花嘅話，或者喺側邊預留翻少少個空間，俾自己種下花，體驗下農田嘅生活。前後花園。咁後花園咧，你都可以咁樣搭個陽光棚，可以食飯，可以飲茶，即係個空間隨翻自己用嘅。我哋睇翻左手邊，左手邊咧已經入住咗好多年㗎啦，後花園嚟嘅啫。後花園中間位嘅話，種花啊，嗰邊係側邊花園，即係喺呢個別墅區裝修入住係比較多業主嘅。我哋日常平時睇咁多別墅區裏面，呢個小區佢個款式雖然唔係好靚仔，但係勝在咧價錢平，細單位100零萬就得啦。咁如果話你揀一個呢啲咁嘅單位，大單位單邊嘅200幾萬就 OK 啦。200幾萬喺香港一個車位嘅價錢就可以喺呢邊買個別墅仔玩下，有天有地有花園。呢個位置其實仲有個側邊露台嘅，你可以晾下衣服、洗衣機係 OK 嘅，隨自己用啦，反正就空間咁大。其實我哋依家睇咧，主要係呢個別墅嘅結構嘅，因為呢個別墅已經真係好老土，我個人都覺得唔係所有人都接受得到嘅。但係我哋如果裝修翻現代式嘅，就好靚仔嘅，有採光，放得落去衣櫃。呢邊仲有洗手間嘅，佢每一間房都係有洗手間嘅。咁呢邊大致係咁啦，我哋睇下3樓呢個位置屬於中山板湖。咁啊，相對嚟講，如果係我哋香港啲朋友仔揸車過嚟咧，30分鐘左右就可以到噶啦。咁如果唔揸車嘅情況下咧，我哋可以坐粵港巴士翻香港都 OK 嘅，冇問題。另外咧，我哋喺小區門口咧都有我哋中山市內嘅一啲公交巴士，可以去到中山大部分個區域。有需要嘅話，去到佛山、珠海都冇問題嘅。高鐵就遠少少啦。可以落去珠海嘅明珠站或者中山市區嘅中山北站都可以。呢個係屬於3樓，3樓主人房嚟嘅，空間好闊綽。如果屋企人比較多嘅話，其實3樓嘅位置可以做2間房嘅。加上呢個位置咧，佢係尖頂嘅。我見過有啲業主咧係做一個閣樓 KTV 或者擺雜物嘅，我都見過好幾個業主都喺上面做房或者 K 房。反正就間一層出嚟啦，間一層之餘咧，你第一可以2樓個空間冇咁熱，因為頂樓雖然佢做咗瓦頂同埋水泥頂，但係你搭多一層咧，你個舒適度更高。採光啦，呢度有個露台嘅，
呢個露台有需要嘅話，上面仲可以搭食肆或者搭玻璃房，封住佢，唔使啲水淋熱晒滴落嚟。隔離業主咧，即係依家喺度裝修個業主咧，都已經搭咗嗰個食肆，封咗呢個露天嘅位置，佢係改咗一間書房出嚟。如果你需要嘅話，你都可以咁樣設計嘅。咁啊，3樓大致上係咁啦。呢一邊有衣帽間，裏面有洗手間嘅。呢邊有個露台仔，其實空間唔細嘅，200萬就可以立低呢種別墅啦。有天有地有花園，仲係單邊位嘅，我覺得好舒服嘅。你一個洋房嘅價錢就可以擁有別墅啦。依家比如珠海啲3房喺香洲嗰啲市區嗰啲位置，你點都要300萬左近先買到一個舒適少少嘅。如果想闊啲100方嗰啲，即係1000尺喺香洲市區，點都要350萬左右。但係喺呢度你200萬就可以擁有別墅啦。當然每個人興趣一定有出入嘅，蘿蔔青菜各有所謂啦，見仁見智係咪？你中意別墅嘅就可以考慮下遠少少，中意高層嘅咁就只能講就近安排。即係點講咧？有啲人咧就中意旺區，落樓有嘢食，出去四通八達，高樓大廈。呢度咧呢個別墅區俾我感覺咧更加適合度假、養老，更加適合嗰啲休閒自在、田園風嘅。唔同地區有唔同嘅感覺。啱先咧，我哋睇咗一個大 size 嘅單邊位，咁我哋依家睇嘅係細單位嘅，可以望下呢個感覺。佢係地面咧有3層半嘅，如果係計埋呢一層咧，相當於有4層半嘅。OK， 我哋睇下呢個細 size。細 size 嘅話，依家賣緊價錢咧110萬左右就得㗎啦。唔同位置或者唔同咩咧，當然價錢有少少出入。OK， 我哋感受下。佢大致嘅結構上咧大同小異嘅，即係唔會有太大嘅差異。呢個就相當於停車嘅入戶花園嘅位置。咁我哋睇下裡面嘅情況。呢個細單位嘅話，可以用到嘅面積咧都接近4000尺左右嘅。佢有中間位，有單邊位，睇你揀翻邊個位置。咁依家細單位咧係賣得比較熱門啦，因為佢整個中山珠海裏面最低嘅價錢，去到其他區域咧都揾唔到。其實100零萬相當於平時我哋睇一個3房嘅價錢咁樣嘅啫。細單位咧，佢嘅餐廳同埋飯廳咧係放喺2樓嘅，即係餐客廳嘅話，我哋依家睇到咧就係餐客廳位置啦。呢度就食飯啦，咁啊呢度就有 U 型嘅廚房啦，有通風嘅，比如你打開窗戶咧可以搭得對流嘅。如果係我一定會 book 咗呢棟牆做開放式嘅廚房，個空間更加闊綽啲。咁啊呢邊咧就係我哋通常嘅洗手間啦。呢度有一個1樓翻屋企上嚟嘅一個正門嘅位置，就翻到呢度嚟，過到嚟呢度就係屬於自己私家嘅餐客廳。呢個位置咧，2樓個電梯位嘅，其實係可以裝電梯嘅呢個位置。OK， 呢個位置相當於係客廳位。唔同位置嘅景觀唔同啊，我哋只係參考呢個別墅內部嘅結構啫。因為有啲單位係睇光嘅，有啲唔同嘅位置咧係唔睇光嘅。3樓咧主要係做2間房嘅，落樓有一啲商業街啦，遠少少我哋可以去萬億廣場嗰邊有成熟嘅商業啦，衣食住行都 OK 嘅。呢個係一個會客嘅位置，屋企人口多嘅話，甚至可以改房嘅。呢邊嘅位置咧，主要係一個小朋友嘅房間，加埋有個露台仔。唔同位置咧睇出去嘅景觀都唔一樣，但係露台咧每一個都有露台嘅。OK， 有洗手間，有衣帽間。望下呢間房，呢間房咧都係透間嘅設計。咁啊，每一套嘅戶型其實大致係差唔多嘅。佢係清水樓交樓，強調每一套都係清水樓嘅，唔係帶裝修嘅。依家睇到個裝修咧，唔包含交付嘅情況嘅，一包付咧全部係食肆啊，同埋一啲冇批灰嗰種感覺嘅。細單位咧，4樓先係主人房嚟嘅，佢嘅空間都唔細嘅。甚至咧，你喺4樓個樓頂嗰度咧，仲可以搭一個閣樓仔嘅。因為我去過有啲業主屋企，佢係有個閣樓可以擺雜物，或者平時屋企人多可以瞓覺，裝個空調就得㗎啦，又可以達到隔熱嘅效果。因為我哋每棟別墅咧，佢係斜斜地一個好似把遮咁個樓頂，所以咧上邊係可以間得到一個閣樓出嚟嘅，有露台啦。唔同棟數景觀唔一樣啊。
有洗手間。咁如果話對呢邊個別墅有興趣嘅朋友，不妨留言交流下你嘅睇法。佢價錢真係比較抵嘅，100-200萬就可以立低一套有天有地、有花園、有車位嘅別墅。細單位嘅首期嘅話10零萬得啦，如果係大單位嘅首期咧30萬左右就 OK 啦。所以咧佢係清水樓交付嘅，如果有需要啲朋友需要裝修唔想煩，可以交俾我哋啲團隊去幫你裝修又得，或者我哋可以介紹一啲裝修公司俾你，你哋自己洽談，亦可以喺出邊自己揾一啲朋友熟悉嘅裝修公司俾你自己去參考。因為唔同裝修公司咧，佢嘅設計理念都唔一樣嘅。呢邊別墅咧係唔需要等待嘅，辦完手續就可以交樓，交完稅就可以辦房產證，所有手續係完善嘅。如果對呢邊別墅有興趣嘅朋友，不妨留言或者 WhatsApp 我。對我哋頻道有興趣嘅朋友，不如點個讚，關注下我哋會持續輸出一啲別墅嘅房源俾大家參考。唔該晒大家。